来看宜兰县罗东转运站去年完工，委外经营哦，也毋过关心建设却发现讲，厂商无照合约，设旅馆专请的月台，电视墙顶设施要求大家检讨。业者嘛表示讲，因会伫年底进前来完成。马上排队准备要坐国道客运。宜兰的罗东转运站，每一年旅客人数差不多550万人次。去年完工了后，委托加马兰客运经营，不过审计师发现讲，当初业者投标的时阵，捌答应会伫转运站设置旅宿专车的月台、气候时钟甲观光电视壁，不过到头拢还未完成。在这1个月应该就可以完成了。只是说我们当初在排程哦，因为有很多计划要完成嘛哈，那这个时间上我们会有比较宽裕的时间了。业者讲，当初投标是为着推广集团的理由，才会提出相关的计划。年底之前会完成相关的措施，已经甲旅宿业者指接。罗东转运站目前有16个月台，2个备用的月台，旅宿专车的月台按算会伫备用的月台来设置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当初契约的承诺事项来追踪管考。管府表示，会照契约内底业者承诺的事项来追踪管制甲考核。业者若违反契约，会照规定罚钱，甲监督伊改善。但若旅宿业者认为讲，旅宿月台顶顶的观光设施无应该限制伫咧罗东转运站来设置，观光的效益无够。对，我认为都要有，因为饭店都遍布这些转运站嘛。是。民宿饭店都遍布这些对。所以如果只有罗东有，其实效益也不够大，这样子。效益不够大。宜兰县目前有5个转运站，旅宿业者认为讲，若每一个转运站拢会当有旅宿专车，提供即时观光的资讯甲业者的电话，对自由行的旅客会更较优先。县府讲要伫咧其他的转运站设置旅宿的月台，因为空间无够有困难。不过，若提供观光的资讯，会透过每一个转运站的经营业者来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